睇得更加遠。我方今日審視香港應否興建焚化爐嘅時候，我哋睇嘅唔單單只係睇個爐，可唔可以能夠燒到呢一啲垃圾嘅短期問題？我哋睇嘅係呢一個建設對香港嘅長遠影響。豐田、白福海雕因填海而離開香港水域，你起一個保育區，又點樣可以保護翻佢哋，令到佢哋翻嚟呢？其實今日有方嘅同學都睇到有其他嘅方法可以處理呢啲垃圾嘅問題啦，只係有方嘅同學仲擔心咁。就算做完回收分類，減少大量嘅垃圾，香港依然係有垃圾，應該點處理喎？其實有方嘅同學唔使擔心啦，我方已經講過啦，我哋大可以將啲垃圾運上內地處理，例如深圳就有寶安焚化爐嗰啲等等。香港嘅工業廢料正就運上台山去處理啦。總之喺香港興建焚化爐根本係冇呢個必要性。同學去處理呢啲垃圾呢？為咗處理嗰四分之一嘅垃圾，要填海，要犧牲香港嘅海洋生態，犧牲江豚，要犧牲長洲居民嘅利益，究竟係咪值得呢？明明有3/4嘅垃圾去用其他方法處理，可以運上大陸處理，亦都可以回收再做再處理。到底焚化爐有咩必要性呢？聽完全場辯論，其實有關同學今日嘅邏輯係好簡單嘅啫。有關同學見到香港嘅市民不斷掉垃圾，所以就話要起焚化爐嚟燒垃圾。但係個核心問題係市民嘅環保意識低，不斷製造垃圾。焚化爐只係能夠幫到香港人嚟燒垃圾，而唔係可以幫香港人減少製造垃圾。我哋嘅核心問題根本就冇解決到。其實香港而家嘅情況同我屋企好相似㗎。我屋企好窮嘅，但係大家姐好大使嘅喎，成日碌卡買嘢，爭落人哋好多卡數，屋企已經冇錢再俾佢還卡數。但係家姐於是就叫我好老嘅阿爸去揾多幾份洗碗工幫佢填卡數啦。有方同學其實同我家姐有3大嘅共通點。第一，有方同學同我大家姐一樣，都係睇唔到自己所處嘅環境嘅獨特性。我屋企本身已經好窮，根本就負擔唔到家姐咁大嘅開支。而阿爸老，我又後生，屋企根本就冇能力幫家姐還卡數。同香港嘅情況一樣㗎，香港係地少人多嘅，根本就冇最佳選址嚟起焚化爐。我哋唔同外國，可以有咁多空間興建咁多個焚化爐嚟處理垃圾。今日香港要揾一個選址都好難啊！無論係長洲定係屯門個選址，社會都係極之反對嘅，因為呢啲地方本身已經有好多發展計劃同埋建設性嘅建設，例如大嶼山本身已經有7個基建興建緊。更重要嘅係，起咗焚化爐之後，每日都有垃圾船喺長洲居民嘅屋企附近經過，每日都燒垃圾、噴廢氣。有方同學係咪要長洲居民承受全香港市民製造嘅垃圾臭味？咁樣係咪公道呢？第二，